雅居樂陽光別墅中間位。西南朝向有3道門，這個房佔地110平方，一進門就是廁所，實木樓梯上樓。進來的另外一邊就是一個西南向的廚房，廚房還有個採光的窗戶，出來就是一個6人位餐廳，再過來就是一個小小的中空客廳。這種小別墅比較適合小家庭。128平方的建築只有3個房。過來這邊看，雖然靠近振華路，但是它做了2層玻璃門，沒灑聲音。外面還有個50平方左右的小花園。2樓有2個房1個廁所，3樓還有個主人房帶廁所。這個中空位置可以多搭個房出來，整天來睇保養還可以。而家業主開168碗，是誠心想出。